交通安全真正要注意哦！景点公车有一个司机载10外人驶伫咧顺风出车祸，所以验到讲这个司机有食毒去互抓起来。也针对这件代志，客运业者是出来回释咧，讲已经甲这个司机洗头路。 公车站牌前有未少旅客伫等，趁假日好天气坐台湾好行。每期高分经过石仔佚佗，不过一台965路线的景点转盘公车进前确实发生，司机食毒驶车风波。 后壁目孔面拢有挂痕，车口也抹过痕了。顶个月底这车祸，三个台湾好行的4种的司机载10外人客，开到新北市瑞丰，甲大货车收容。经过警方做毒品检查，结果验出这司机体内有甲基安非他命。经唾液毒品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前案依法函请基隆地检署侦办。 40外岁10万司机经做2年多，即摆牵涉食毒驶车，所属台北客运业者下失礼。讲伫车进前，10万司机有交两面证，无犯罪记录，伫定期体检甲几啊摆无定期流检验，最近一摆就伫半年前拢无验出毒品反应，原来案发了后已经甲伊洗头路了。 每一趟做酒测，但是对毒品的防治我们是依法每一年不定时的会对驾驶长进行毒品料液的检测。那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够协助我们在法规方面能够更加的健全啊。你叫什么名字？跟你对个证件。哎，烟弹，看到，我看到烟弹。 歪插道路安全涉嫌食毒驶车，伫新北市三重埔内发生，这查甫人对着警察来检查，也无啥物震动。在发现毒品了后，惊一个驶车司机乱冲，警方随个围查起来，连开2枪阻止，伊也是4个月逃走。 嫌犯2人于本日凌晨自行向本分局投案。投案的时候身上没有携带违禁物品，那警方依法对他执行唾液快筛，那唾液快筛是呈阳性反应。 案发了后，大约过1点钟，车房内人围起来38岁姓陈的10人，加坐伫边的乘客，2点半暝1点外时阵，家己到警察局去投案。这案牵涉的交通违规，总计上悬会使改罚10万块，驶车人也被依照涉犯公共危险、毒品条例这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